几年在坊间吹起了复古风，客家花布就被广泛的运用了。特别的是，有独立品牌把大红花布拿来结合了运动休闲风格，好评不断。设计师叫做林诗昌，其实他有色弱的宿疾，不过呢，他把缺憾化成了助力，慢慢的打响了这个品牌的名号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来看看这位客家潮男如何把花布变成潮服。低着头很认真，客家潮男林诗昌靠着他的巧手，也把客家花布变潮了。把客家大红花跟各种不同的 T 恤做混搭，颠覆传统，融合古今。喜欢新潮的年轻人爱不释手，都成为死忠顾客。它虽然说是客家花布，可能是客家人比较常用，那它的耐洗度又很够，它可以用了一整年之后还是新的，所以它的折旧率很低。那它可以放在现在被接受的地方上面，不是只有看到枕头套或是被单这样子。希望让年轻人跟他一样爱上客家花布，所以他把火辣辣的短裤也印上了大红花，男用背心搭上火红牡丹，变得很抢眼。林诗昌让休闲运动风与众不同。这是用网版印刷的，那我想让自己的小品牌很多元化，就是有不同的感觉，不同的设计。用色很大胆，不说真的很难想象林诗昌有色弱的疾病，咖啡和大红对他来说差不多。不过他把疾病化为助力，反而用他的视野配出别人不敢下手的色彩组合。常有人家想不到的颜色跟设计，这样黄色跟蓝色会放在一起，然后有紫色也有橘色，就是很强烈的对比色。可是对他们来讲是不敢尝试的东西，因为会有风险。除了跨越视觉的障碍，他也不断挑战新风格，像是这样的京剧脸谱钥匙圈也一样好评不断。这一个系列叫有志人生，因为每一张造型的脸啊都有一颗痣，然后是我画的。为了强调独一无二，他还让每个商品都有不同的表情，但不可或缺的就是客家花布风。看一看他所设计的包包，一样有隐藏版的红花布。那这里面都是会多少会放一些花布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品牌的辨识度的问题。没有自己的店面，只有假日到创意市集摆摊，但他创意不断，又有网络通路做行销，所以慢慢打响名号。香港人、日本客，很多观光客上门。你看我把花布降到最少。可是其实我是把他精神写出来，节俭的这个精神。他的梦想除了让品牌发光，也希望让这个大红花布的印象商品能够红到国外去。跳脱色彩的局限，扭转花布的刻板，色弱的林诗昌用客家应景解构传统和潮流的界限，用心逐梦，客家意象点缀时尚，也缤纷感动时刻。